秋官溫馨提示：跌市玄機藏戲內啊！雖然咧精明嘅投資者唔應該咁迷信嘅，係嘛？不過上個禮拜嘅雞蟹效應啦噃，就喺一個稻香1蚊雞同埋電影中烈陽家將齊發功之下，搞到上個禮拜五就暴跌咗超過600點，再次準到得人驚啊！咁啊，自從秋官喺大時代飾演丁蟹之後，呢個另類指標嘞噃，講足20年，威力啊僅次於李氏力場嘅咋。大跌市嗰日咧，華華就打咗俾秋官，問下對丁蟹效應再次應驗啊，有咩感受咁樣？阿秋官呢，好明顯有備而來噶啦，佢 WhatsApp 華華嗰陣時話呢，叫股民睇下楊家將就知股中玄機。不過聽聞秋官今次飾演嘅楊令公呢，同其他楊家將都屎得幾橙下嘅吓，唔通阿秋官預言港股今輪啊冚包散吓，連網民都狂出 post 叫大家唔好唔信邪啊！華華呢唔係嚇大家。投行好似里昂咁啊，上年出咗份報告噶，幫丁蟹搞咗個悲情指數，發現劇中人物死得越慘，個市就越大煲。睇嚟未到 sell in May 大家都要戴定頭盔啦喂。